今次我哋被網暴嘅對象竟然係我哋嘅劉德華特首，佢係點樣由洗碗仔做到四大天王，事業如日中天，竟然喺90年代負債4000萬，最後又逆襲成為影壇教父。1961年香港大埔出身，屋企開雜貨鋪，細個天未光就要洗幾百隻碗。所謂皇后將相，另有種乎。20歲考入咗 TVB，憑獵鷹做男主角，楊過呢個角色更加係紅遍全港，同梁朝偉、苗僑偉、黃日華、湯鎮業成為 TVB 五虎將，出道即巔峰。但係再紅接再多嘅廣告，依然都只係 TVB 嘅打工仔，拎住幾千蚊一個月嘅固定人工。1985年想同 TVB 談判嘅劉德華拒絕續約，結果被冷藏400日，冇戲拍冇收入。你想唔想像到劉德華連食一碗雲吞麵都要計半日？其後邵逸夫促成同 TVB 嘅和解，結束冷藏，開始瘋狂拍戲出歌，《天若有情》成為經典，《忘情水》紅遍整個亞洲，做埋四大天王，風頭一時無兩。但係少年嘅心氣係不可再生之物。劉德華知道自己再紅都只不過係一個高級打工仔，佢唔甘心，決定要自己做老闆。1991年傾盡所有積蓄創立天王製作，91神雕俠侶邀請梅艷芳、郭富城助陣，第一部票房就大賣。當時佢以為做老闆容易過做明星，太多，但係命運會懲罰每一個德不配位嘅人。劉德華都一樣，憑運氣賺翻嚟嘅錢複製唔到，最後憑實力全部輸晒，個人背負4000萬港元嘅債務。所謂窮途末路誰相識？向太喺冇簽任何文件借據底下借咗4000萬俾劉先生，而代價就係打後嘅4年，劉德華只係每日瞓2個鐘，為咗還錢佢咩 job 都接。爛片時代因而開始。1999年憑住暗戰終於拎咗首座嘅金像影帝，後嚟嘅大隻佬再奪金像，無間道3拎埋金馬，桃姐更加讓佢成為華語影壇嘅大滿貫影帝。完咗演技浪，都徹底咁還清咗債務。今年60幾歲嘅劉德華由一個洗碗少年到大滿貫影帝，90年代背負4000萬債務到今日嘅100億帝國。到底我哋喺劉德華先生上面學到啲咩特質，同埋投資理財嘅心法呢？歡迎你留言話俾我哋知。下一集我哋會講古天樂。